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是5日节，嘛有人讲是5月节。照古早传统会啉香红酒有辟邪效果，不过现代科学才知讲原来这是有毒的。今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读做黄第5条。读黄这是读白音，黄是古早5款基本色其中一款。这5款基本色就是黄、红、青、白、乌。古早黄色是帝王专用的色水，黄色嘛有人讲是金仔色，代表高贵。另外，这个黄嘛有菜色果子已经成熟的意思，像讲木瓜已经黄啊，就是会当食。另外，黄嘛是百家姓其中之一，这个文音读做红，像讲千字文头两句，天地显红，宇宙洪荒。这个意思就是讲天地本地色水就是黄色的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黄酒，要是用糯米、大米、西仔米掺红壳结的酒，因为色水较黄，叫做黄酒。像讲绍兴酒嘛是黄酒其中的一款。第二个词读做香红，要是伫咧米酒掺香红结的酒，古早认为讲有解毒寡糖的效果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迄阵讲古早认为5日节啉香红酒会当辟邪除糖，不过卫福部提醒，照现代医学知识，香红有硫甲锌的矿石。经过加热了后氧化，就会成做三氧化二砷，这是有极毒的化学成分。食入去到腹肚底，轻症是吐骨头，若严重就会无命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黄，这是白音；另外文音读做红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